坦洲新樓總價50零萬，買3房2廳2衛，仲帶2個陽台啊！月供先1,800蚊。七夢咧就係我哋坦洲大道，到達南平華嘅新都15分鐘一個車程，到達廣州口岸都係20分鐘車程咋。一期已經全部交樓使用中噶啦，公園式嘅現能，超寬嘅樓間距啊！依家新加推2期，面積更實用，全新升級現能，豪華感滿滿啊！我哋即刻上去睇下。79個方做到咗3房2廳2衛，南北通雙露台嘅實用面積真係超高啊！依家總價先50零萬，月供1,800蚊就可以擁有啦，仲使乜租樓住啊？喺呢個位置去到珠海三寶會議店只需要8分鐘，去到珠海各個口岸都係4個字可以到達啦。樓盤仲自帶幼稚園、小學、前文健身館，真係非常之方便噶。仲自帶咗香港直東巴、太子、荃灣都係可以到達嘅。到呢啲單位感興趣嘅，評論區3條路發資料俾你。